最平4000蚊入場嘅新加坡迪士尼郵輪有咩免費飲食呢？船飛咧就已經包咗80%嘅餐飲㗎啦，唔使額外俾錢，都有好多選擇，由朝食到晚。首先船上面有6間免費主餐廳，咁就唔使專登記低去揾嘅，因為晚餐係一個 rotational dining 啊。登船之後咧睇翻個 app 就會編排咗5點半或者8點半每晚去唔同嘅餐廳食，前菜、主菜、甜品加埋有20幾款，中西 fusion 乜都有啲啦，都係任嗌任食，賣相都幾精緻嘅，但係就未到 fine dining。我覺得咁多間咧都係西餐好食過亞洲菜嘅，最中意就係呢一間有得整動畫嘅餐廳，互動體驗100分。早餐、午餐咧都集中喺2間海景餐廳度食自助餐，整體都幾好食嘅，菜系選擇都多，但每日嘅變化咧就唔係好大啦。如果你食厭咗 buffet咧，另外有4間唔同主題嘅輕食餐廳可以去，佢係即日開放預約嘅。我首航嗰陣咧都多人 book 嘅，冇預約嘅話咧 walk in 係唔入得。最頂泳池嗰層咧就有得拎 pizza 同埋煎雪糕，pizza 新鮮出爐嗰陣多數都要排一陣隊，可以拎翻房食嘅。隔離就係汽水機，24小時免費飲針肥仔水。如果你凌晨3點見肚餓咧，都唔使擔心啊，房係有免費嘅24小時 room service。不過留意翻禮儀上咧都會俾翻送餐人員少少嘅現金 tips。咁其實點樣分呢啲免費餐廳嘅咧？喺個 app 入面撳入 menu 冇顯示價錢嗰啲咧就係免費噶啦。或者你可以留言，我已經整理晒咁多間餐廳嘅資料，即刻 DM 俾你。記得 follow 埋我啦，拜。